湾甲美国甲中国的三角关系，继续来看，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昨来表示，咱甲美国买武器，或者是其他国家的高层来访问台湾，拢有可能会互阿强当作是借口甲理由，用来攻打台湾。另外，邱部长嘛来证实，讲美国当甲台湾的协商，要甲东亚地区这个庆药的库存转到台湾。邱国正讲这个话去互质疑咯，讲伊就是调故意安尼讲，就是要讲互中国听，要互中国知影咱有弹药，就是要来引发着北京敏感的神经。不过邱国正早起接受到访问，伊讲伊无迄个意思。通北体伫海沙部队训练，有民众伫同园伫位啊翕到海巡兄弟，唔惊日头进行各种战机的操演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这话，更加显示两岸紧张的精神。等待啊，就我们看这边有什么让他师出有名的一个理由，例如说啊，有别的国家啊，这高层到这边来。邱国正嘛，正是讲美国正甲台湾伫协商，将美军伫东亚军火刷到台湾来，互人质疑讲可能会引起北京的反感。这件事放在台面上是要讲给中国听的嘛，让他知道我们这边弹药会很多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专家分析讲，美国为增加外边访台到抗军火一连串的行动，可能早就点咧进行啊。我在考量到未来可能整个东亚局势或是台海安全局势。假设有出现变化的时候，美国可能这样子认为说这样子来讲是比较便利的。依照《纽时报》报道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作战团最近刷到南加州，为不知名太平洋岛链作战进行10港演习，测试未来甲中国开战的作战概念。中国继续军事威胁，美国调整亚洲军火布局，台湾有可能变成弹药库，互两岸情势更加复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